有冇諗過你嘅願望點解顯化唔成功？唔係因為個天唔中意你，唔係因為你運滯，其實只係因為你唔夠相信，因為你有限制性信念。最重要係，有時你頭腦看似相信，但係其實你心入邊有10萬個反對嘅聲音。即係例如，你好想要一間好靚嘅別墅，但係你心入面嘅內心原來係諗，太貴啦，我邊有咁好命啊，我唔值得擁有，我而家嘅收入距離好遠喎。我哋嘅頭腦意識就係好似冰山露出嚟嗰部分，但係埋藏喺水入面都係冰山，呢一部分就代表你嘅潛意識。其實潛意識先係最重要嘅部分。咁所以喺嚟緊嘅12月28號呢，新一年之前，我會帶領大家去睇下埋藏喺水入面嘅冰山係啲咩嚟嘅。我哋將呢啲信念逐一擊破，去轉化佢。然後呢個班呢，最重要就係我會帶領大家進入高維度嘅意識狀態，即係撇除頭腦現實3維世界嘅狀態，回到靈魂嘅最根本，去顯化願望。喺呢個狀態之下，你嘅願望一定會升值1000倍、100倍。有興趣大家快啲 inbox 我查詢同報名啦！